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5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昨暗一台民众党的总统宣传车卡伫屏东恒春8栋历史的高城门，造成城门的砖墙受到损害。以色列伫平安暝又搁对加沙中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8人死亡。天主教宗方济各是呼吁爱和平。台湾青年民主协会锁定募资67万，要来补贴少年人佮学生明年的返乡投票专车的交通费。新闻车4号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新北市一间高中的国中部伫今仔中昼发生2个查甫囡仔起冤家，其中有一个提米工刀，甲对方抬着伤，去伤到阿妈棍哦。这学生囡仔无喘气，嘛无心跳，送病院，目前在急救。有上新的消息哦，阮也随个互观众朋友来了解。再来，来看这2天哦，山区落雪，张有一个司机在7个菲律宾内游开去合欢山，落山的时阵大概是下晡4点外，车跋落去30公尺深的山坎。消防员是先救出5个人，各有3个人掉伫车底。到暗时要9点哦，人才总救出来，加载是拢平安。上一点。有民众看到一台车跋落去山坎骹，向下骹发声看情形如何。赛车的驾驶虽然有应声，也毋过讲伊头戆戆，连问伊载几个人拢毋知，所以赶紧报警救人。来啦！经消加救援人员到现场了，发现车内驾驶甲乘客加起来总共8个人，剩下5个人救出来送病院治疗。因为车变形真严重，暗时要到9点，把车体破坏，才把剩下3个人拢总救出来。3个民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受困在驾驶座，一个是被车子压到手臂，然后一个受困在车内哦。要救出来3个，加进行救出来5个，内面总共有4个人伤势较严重，好加在拢无性命危险。警方讲，台湾这位33岁姓曾的女驾驶，在7位菲律宾这位游客到合欢山旅游，下昼4点半要转来的时阵，伫第14架线梅峰路段，先失控驶到对向车道，过弄到护栏，跋落去30公尺深的坎骹。下山途中不幸发生车辆坠落山谷事故。有关详细的肇事原因，由本分局持续厘清中。为什么会发生车祸？因为游客拢不要讲中文，只敢透过医护人员讲，代志发生进前车驶甲正紧，敢若是挡下歹去。不过警方也是等赛车的女驾驶伤势较稳定，才发动继续调查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暗晡有一台民众党的总统宣传车，卡伫屏东恒春有8栋历史的高城门袂顶袂当，嘛造成城门的砖墙受到损害哦。地方的文资所是表示讲，因会甲中央的文资局做伙来做评估，若是讲古迹有妨破坏哦，会依照文资法来处罚。车卡伫城门内底，无法度顶动，真足看，阁是竞选宣传车。民众党议事暗时伫屏东恒春西门广场办活动，正副总统候选人郭文택、吴欣怡嘛到场。想要到线场的时阵，有宣传车无注意关度，卡伫恒春西门内底。我想伊毋是故意，是不小心造成的啦，所以哦，伊爱负责这种赔损失修复的责任。这真的很夸张哎。庄仔壁有几处轰弄到的粉叶，专台保留上完整有100年历史的固定古迹恒春古城城门。因为北门甲西门会使通行，虽然有限悬2.1米，但因为标志无明显，城门常常轰弄到还是卡条的，影响古迹的完整。高度，你是不是外面多少公尺之外就有一个警戒？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个处置？你这些都要有一定的作为啦。文书工作者呼吁政府要有相关保护的措施。文资所表示，当地讨论伫明年禁止汽车甲货车通行西门。机车跟脚踏车还有行人这样的通行来防止这些成本的一直这样持续被
撞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文主所表示，已经通知中央文主局做毁损的调查，然后破坏古迹的状况，以文主法会使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甲50万以上2000万以下的罚金。民众党25透早嘛出面回释的，表示会联络县府讨论后续的善后。记者陈环宇、柯正准屏东报道。再来看气象署指出，讲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今仔暗时到明仔载透早，中南部有可能会出现10度的低温，刷来后会豆豆回温，也毋过拜四会阁有一阵的冷空气，上低温会出现伫元旦的透早，所以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哦。气象署嘛表示讲，今年的跨年云是真高，咁法度看到新年的日头光，就要看运气咯。8月元旦节，气象署指出，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有关是较冷。尤其8月暗到8日透早，北部宜兰花莲敢若11至13度，也若甚至以南到台南，更有金门，因为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会有10度左右的低温。刷来拜日，晚到各地都会当烧落，气温有20度。不过正紧拜四甲礼拜又阁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会反冷水汽增加。在28号又有一小波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台湾温度又略微降低。尤其这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29号，到了30号，东北季风又减弱，温度又回升。但是31号之后，又有另外一股比较凉冷的空气南下。元旦节过，刷来礼拜12月31特别下年，这些民众拢真关心天气，敢看到2024年第一天的日出。气象署表示，礼拜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会有雨水分会较高。下年暗要看烟火恐惊会受影响，要若是隔天要看日出，就要看运气。在大概跨年期间，就是31号前后，其实还有一波的东北季风，北部东半部整个云量可能都会比较偏多一些，那局部会有一些短暂雨的状况，所以目前看起来北部东半部如果要看曙光的话，可能还是要碰碰运气。气象署表示，这礼拜的2阵东北季风对中南部较无影响，但是晚近下年这个冷空气敢会接近冷气团的急速，要一个继续观察。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再来看中科院研发的大型无人机天魂2型哦，去年一抓是当飞10点钟久，上新的成果是，即马一抓已经突破20点钟了。专家是分析讲，应该是发动机的效能提升，未来若是会当成功来应用哦，会当来提高咱台海巡防的能量。中共伫台湾大选进程继续了台，国防部25侦测强机2台次、强舰4台次出现伫台海，国军严密的监控应处。也继续提升咱国防实力。今年9月国防展览，大家注意的焦点之一是中空机展示正一个研发的国产天魂2型无人机。去年6月伫咧完成飞10点钟，经过1年的努力，即马做性能调整，传出好消息。飞行的时间有重大进步，而即马伫空中飞的时间并飞超过20点钟，有全年后作战能力。大幅度进步的关键是这个换发动机。台湾的不缺武器哦，但是我们缺乏一些征收的器材哦。那其实呢要广泛的把这种无人机哦用在长时间的我们叫对空监视或对海监视。那其实说真的，我们只要有2台这种所谓的大型的无人机哦，在南北这个两边的区域哦，其实就可以24小时的巡逻。天魂2型无人机即马航程遍及到咱国航空识别区。会让执行中长程的监证任务，中科院也调向真大一体方向努力，和天魂挂载国产的天际飞弹。未来，佫搭配向美国所采买的 MQ-9B 无人机，满足台海中低空加悬空的巡防任务。不过，专家也提醒讲，天魂伫到底实际作战，还佫一段正长的路要行。另外，国军迎接总统大选，明年1月12到1月14。总共40点钟，将会提升真多重点戒备。选举期间，国军会依照计划提升为重点戒备。那么三军部队会保持一个常态运作，来强化各项战备应处作为。目前初步估计，差不多5000外位官兵无法度投票，人数甲2020年大选差不多。不过这几年，中共加大扰乱台湾的程度，共军的基舰常常超过海峡中线。国军也正注意，包括海空军官兵24点钟久台面的飞弹部队、空军舰管等留守的人数，拢比2020年较多，来确保台海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工人侮辱罪哦，敢有侵害言论自由的保障。有民众申请宪法来解释，宪法法庭今仔是召开言辞辩论，申请的民众是主张讲哦，应该用民事赔偿来取代刑事的处罚。也毋过法务部认为，有不少人透过网络无签名来散布侮辱言论。那属讲无刑事的制裁哦，网络霸凌的状况恐惊会阁愈严重。媒体人办公馆不公开马文件会指挥，被判拘役20天。几多年前已经立案服刑。亲像伊安尼是涉及到公然侮辱被判刑的一个作家张大春等人，因拢认为公然侮辱罪是侵害言论自由的保障，所以申请释宪。宪法法庭并按审理了，伫咧2号开言辞辩论。头发不好看是一个非常主观的看法，但是听到的人非常不高兴。就可能发动309条，这个范围因为涉及名誉感情，会使得它的射程范围极不明确。申请人表示，这种被认定的冒犯性言论，因为涉及到人物感情，标准真无明确，则互过去反而伫咧判决时阵，有当时有罪，有当时无罪，若是互民众唔知要哪做，也伤害司法的资源，影响司法的公信力。主张用民事赔偿取代宪法。对名誉权侵害的被害人孤立无援，身心受创，加害人仗着躲在荧幕后方，肆意公然发表侮辱性言论，造成多彩受害者因为恶毒的网络霸凌走上绝路。这种歪风不应该遏制吗？法务部是回应讲，虽然透过民事诉讼有填补损害功能，也毋过有更加侪被害人希望得到自我辩解的机会。尤其有的加害人是无公开出现，用媒体网络散布侮辱的言论，欠缺公权力，就无法度及时收证证据。若是无刑事制裁，恐惊互这种网络霸凌的情形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县甲台南市哦，最近这5天对卫星影像发现土地有变化的通报数量哦，是全国的头2名。环保团体就批评讲，主要是供电场的开发拢无限制，佫未少业者乌白蛋粪扫，农地佮气温的过度开发冇影响哦，所以要求县市政府应该得爱严办。经过卫星翕土地看前后期的差别，土地公坡色水有明显的变化。这是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利用卫星翕地面变化，只要有翕到变异，就会通报地方政府。土地变异的里面，其实有很多它只申请一点点，但是它却超量的下去填，不管是渔温或者山区、农地，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土地变异，土地被铲平开发，然后作为工业区、作为都市计划，这其实都是对整体环境气候来讲，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条件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环保团体强调讲，国土管理署卫星变异点的监测对2019年累计的通报案件，屏东、台南排全国第1、第2名，分别是9675件、甲8737件，尤其集中伫咧2021年、甲2022年。台南伫这2档的通报量嘛超过2600件，拄好是台南供电场设上济的时阵，侪农地气温变做供电场，佮加上废弃物乌白道的情形真严重，地区变异点大增加。改变了我们的水文资料，很多都是在农地渔温，像这个是粮食生产的地方，像这些粮食生产的地方一旦被毁掉之后，就回不去了。台南市地政局表示，因为联合稽查，今年通报量已经降到1620件，比去年减了4成。而且卫星监测是按照色水、公布来判定，洗田或是该种作物，拢可能因为色水无共，互判断做变异点。掠供电场做咧起的时，会互判定是变异点，不过因为是核准设置，嘛算做合法。这5年间通报的8700多件哦，我们的办结率已经达到7500件，这在6都里面不论是通报量或者是办结量都是最多的那借由这样的一个联合稽查的一个机制在112年明显可以看到成效，目前违规的通报量已经大幅下降了1000多件地政局强调讲，真侪地主无了解遐是误会法规地属违规来受罚，违规案件以农地违法建筑上济。第2是乌白铺阿蒙图，第3是囤废弃物甲废土，会加强宣导土地的使用观念。记者台南报道。
再来看有业者针对阳明山保护区要变更主体区的案件提起诉愿方驳回，业者是搁再提出行政诉讼，申请法院来撤销决议，嘛是败诉。有环保团体今仔日去台北市政府陈情，因要求讲市政府应该严格来把关爱坚持讲保护区无应该开发来守护自然环境。发口号，要求台北市长周万安爱甲阳明山的好山好水守好条。几个群团25去台北市府抗议，因为争议超过20年，阳明山保护区变更主题区6起立案。台北市府3年前决议重新办宽评，开发商诉愿方驳回，搁提行政诉讼，申请法院撤销决议。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顶一日判开发商败诉，也会当上诉。那个地域的地方，那个靠近千雀溪的集水区，可是它的环差书里面并没有讲到，它这个排水下去会影响到整个士林区的饮用水。那27年来，台北市受气候变迁影响，降雨量更是越来越频繁。阳明山曾多次发生土石流的灾情，甚至活埋造成人命伤亡的悲剧。款团批评讲，专案若是开发，垃圾水有可能会流入清河溪，破坏水源，甚至对树林居民家的水造成影响。我们希望台北市政府要严格把关，最好筹办环评的时候认定不应开发。我们一直觉得这开发案是一个错误的开发案。那我们希望蒋万安市长接手后，也要严格的把关。款团交定证书予台北市府，要求市府都要严格把关，嘛呼吁蒋市长上好认定无应该开发，保护当地自然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昨是平安暝，也毋过以色列又搁对加沙的中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8人死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搁强调讲，军事行动会搁继续。天主教宗方济各伫主持弥撒的时，嘛呼吁讲中东搁乌克兰爱和平，伊强调讲战争会是一场空。受伤的患者规身躯拢是血，一个染着桃粉，可能用担架扛入去病内面等待接受治疗。加沙中部一个难民营，伫咧20平安夜即天遭受到以色列空袭，巴勒斯坦卫生部讲造成严重的死伤。استهداف مدنيا اصلا احنا كنا مستهدفين احنا فيش مكان امن اصلا احنا نزحنا من غزه قالوا لنا اطلعوا روحوا مكان امن الوسطى وقعدنا في الوسطى ورحنا في الوسطى استشهدنا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自10月初以下冲突发生到即马，已经有超过2万位巴勒斯坦人死亡，230万人无处通转去。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的伯利恒，本来应该是溃班游客，不过今年是无半人。圣诞活动被取消，看到的是砖仔涂对加铁网啊包围的都出现耶稣，也有艺术家所制作的装置艺术，便是藏伫咧保温箱内面的耶稣圣婴。但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军事行动会一直继续到战胜哈马斯为止，而且也未受到外部压力的控制。 ראיתי פרסומים שגויים שטוענים כאילו ארצות הברית מנעה ומונעת מאיתנו פעולות מבצעיות באזור. זה לא נכון. ישראל היא מדינה ריבונית. ההחלטות שלנו במלחמה מבוססות על שיקולים מבצעיים שלנו, ולא ארחיב בזה. הן לא מוכתבות על ידי לחצים חיצוניים. 以色列国防军伫礼拜讲，对差不多200个加沙目标进行攻击，不过以色列方面也损失15位士兵。军方也公布一段影片，看到伫咧哈马斯地图网络内面，找到5个以色列人质的尸体。战争也未结束，天主教宗方济各伫今年平安夜的主夜弥撒，强调战争无法度解决问题。Il nostro cuore stasera è a Betlemme, dove ancora il principe della pace viene refutato dalla logica perdente della guerra, con il ruggire delle armi che anche oggi gli impedisce di trovare alloggio nel mondo. 平安夜即天，教宗心内挂念着受到战火侵袭的兄弟姊妹。方济各讲，因也受到战争吞噬兄弟姊妹强做伙，因的心伫咧巴勒斯坦，伫咧以色列，也伫咧乌克兰。公司新闻郑伟林编写。
再来看罗西亚参乌克兰已经正面2冬啊，嘛因为以下冲突，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减少。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世界走总来讨援助，也毋过说表出讲乌克兰的国防部高层食钱，投用国防经费4000万美金，大约是12亿4000万的台币哦。这个官员嘛已经红掠起来了。战车一直开炮，为俄乌战争开炮已经满一冬10个月，双方第2互相有输赢。俄罗斯讲对乌克兰发动真济个攻击，伫乌东库皮扬斯克甲扎波罗热的战线，甲乌克兰36架无人机拍落来，佮拿走6架飞弹。乌克兰是讲伫南部战线，甲3架俄罗斯的苏凯34战机拢拍落来。Дякую нашим воїнам, які знищили одразу 3 російські сушки на південному напрямку на нашій Херсонщині. Результат наших повітряних сил та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Одеської зенітної ракетної бригади. 这是伫以下冲突之下，强要看袂到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真济个发言，寻求欧美国家继续军援，嘛去各国会谈要求支援。乌克兰寻求国外军事援助资金的时阵，对政府表出高赞欧西国防经费的见效大。SBU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指出，国防部一名高层官员去年12月，甲一间出口贸易公司签采购炮弹的合约，后来佮改签一份更加优惠的合约，因为缩短交货时间真济，嘛降低产品的成本，计销差到40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12亿4000万的经费，互转去一间外国公司的小号，继续互官员放入去家己的落地啊。乌克兰当局表示，暂时已经找到相关的证据，而且逮捕这名国防部的官员。若是官员犯罪事实，这名官员有可能被判上悬15冬的有期徒刑。另外，乌克兰国防部嘛采取相关的措施，把资金约倒转来。公司新闻台是董炳佑。再来看中国的首都北京，最近因为寒流连续9日出现零下10度的低温，嘛打破70多冬来的低温纪录。也毋过好消息是温度已经豆豆回温了。冷空气自北极向南平散，自顶礼拜以来，中国北部、东北部出现破纪录的寒冬。东北部部分地区气温降到摄氏零下40度。北京首都也拍破自1951年以来12月份出现0度以下破纪录连续低温。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有一个气象观测站，自10月到昨晚已经记录到连续9天温度比摄氏零下10度更较低，时间超过300点真久。河南省有几个城市即马暖气供应正严，其中赵州市主要热供应商万丰乳业的电炉突然间故障，造成一寡地区停止供应暖气。当局并无讲有几个电炉歹去，即马正伫咧抢修，按算26会好。即马对病院、安养机构优先供应暖气，大部分的企业暂停。不过伫这段期间，也是有一寡主体社区受影响。另外，濮阳甲平顶山也针对党政机关甲事业单位部分停止供应暖气，强调优先保障民众的权益。中国气象局讲，24下昼2点，中国中部甲东部真侪所在温度有回升，有一寡所在温度上升超过10度。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来看秘鲁的警察打扮做圣诞老人，伫首都利马掠到一个卖岛的集团哦。因伫去年的圣诞节，警方有同款的行动。圣诞老人行入利马这个伫安波3号的社区，伊毋是来送礼物的，而是摕着钢推啊，讲开大门，那讲还创伫出来的小型毒贩集团，下奥孙罗邦也搁查获100包古客户甲大麻。Toda vez que se ha utilizado en esta oportunidad el mimetizaje de Papá Noel, ¿no? Aprovechando la coyuntura en estas fiestas navideñas, hecho que ha pasado desapercibido por los lugareños de este distrito, inaccesible, toda vez que sujetos al margen de la ley se dedicaban a la venta de droga. 警方逮捕2名嫌犯，也毋过无公布查获毒品的实际数量甲市值。警方公布予媒体记者的其中一个信息，是将方逮捕的嫌犯之一，号一个名叫做鬼精灵，也就是美国有名红仔册中，想尽各种办法破坏亚旦这个猎魔怪物。秘鲁是全球上大古柯碱生产国之一，最近几年，秘鲁警方总是利用特殊的假期，以加重策略展开缉毒行动。去年同款也予亚旦老人入大讲，20名嫌犯查获6000包的古柯湖。那伫今年万圣节，警方也加装变鬼上阵，逮捕2名贩毒集团的成员。公司新闻吴文丽编译。
国内消息来看，咱国内县市首长今仔是就职满一冬，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大巨蛋开记者会，伊强调讲大巨蛋是市政府所有同仁拍拼的成果，嘛宣示讲要甲台北带做正做安全之都。1、2、3，加油！台北市长蒋万安带着31个局处首长画口号，就这1周年记者会特别锁到拄则启用台北大巨蛋内面举行。互人解读是要甲前市长郭文铁互相做比较。蒋万安强调，大巨蛋是市府全体同仁大家做伙努力的结果。这绝对不是靠个人的付出，是靠团队一起努力。所以我绝对不会说我们在乱当，我们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全力以赴。大巨蛋我们绝对是以举办球赛运动赛事为主。以我个人私心来讲，我当然非常期待Taylor Swift 能够来台北大巨蛋，那我们都会持续的收集各方的意见。蒋万安也表示，并无认同郭文铁所讲的，做市长前2年拢在咧乱做。伊估期待大的案件做例，讲市府面对问题就是爱解决问题。然而对明年的目标，蒋万安提出3项愿景。第一位是交通安全，伊要求原本规划伫咧5年内行人安全优先计划。爱加速伫咧3年内完成。我们也对于相关道路上、人行道上的电杆、炮制，我们要落地、要迁移，我们会阶段性的完成。所以这些，我们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说，明年就是交通安全，我们要打造安全的城市。算是要互台北市成做安全之都。不过被问到讲，伊上任了第1年，互家己的分数拍几分？蒋万安讲，分数爱互市民来拍。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伫外地食头路、佮读册少年家会回乡去投票，台湾青年的民主协会透过线顶募资，要来补贴明年1月12佮13的交通费佮专车2礼拜就募到67万块，打算要开31班车，互将近1000个少年人会当返乡去投票。返乡投票，我不缺席，我不缺席。即马离总统大选，敢若剩半个月尾时间。进前台湾青年民主协会透过线顶募款，希望会当替少年人装着回乡投票车主，来加开回乡专车。明年1月13，只要开113块，就会当坐专车登去投票，来减轻少年人负担。经过2礼拜募款，协会表示已经达到67万的目标。打算要开31班车，如果会当帮助要1000个少年人回乡投票。如果超过70万元的金额，我们就会来加开从南部到中部这样的不同的班次，因为这样的需求比较多，目前的车票也已经接近额满。那如果超过80万元的话，我们就会首先来加开东部，因为台北往返花东是比较不易的。协会也希望伫12月29募款结束进前，会当装着更较侪钱。若准有到70万，会加开3条路线；有到80万，就加开10条。参加活动的学生代表嘛，呼吁选民会当排除困难，积极来投票。第一，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会当正视而且重视少年人伫咧面对选举、面对投票时的困境，会当甲咱多多帮忙。第二，我想要甲所有会当投票的选民讲。明年的2024正月13号，无论你支持倒一个政党，支持倒一个候选人，这边咱倒来投票。根据中商会统计，明年总统大选满20岁是第1届投票的有103万人。协会表示，头一届投票是正关键的族群，伊希望这届的募款计划会当带动少年人积极参与投票，用手头的选票决定国家的未来。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台湾经济研究院公布12月份的景气报告因为年底了，再加上申请的安心房屋贷款的影响，因建业对未来半冬的景气是真看好。服务业嘛，因为最近来台湾的旅客人数有成长，所以对景气嘛是真乐观。也毋过制造业因为受到中美经济影响未来看景气是较保守。即马活年尾营建业进入年底市场赶工课甲买厝的时期，加上申请按房贷发价，加速头一届买厝的人入场的脚步。也若服务业因为来台湾的旅客成长，带动餐饮大小需求增加，
服务业甲营建业拢对这个月还有未来半年的景气是更加乐观。厂商的一个表现上都是有呈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哦，所以也带动了在当月份营造业者他的一个看法。而在未来半年的部分，那么由于在明年的公共工程，当然整体在预算上渴望达到5886亿，那么也是持续维持在高档。甲营建业的营业气候点无同，结束2个月降价态势。11月份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是93.20点，小可减0.57点，连落2届，不过幅度并无大。主要原因是美中2大经济体无确定性也是真悬。加上中东紧张的局势加悬，所以对未来半年的景气看法也是较保守。占我们台湾比重2/3的电子产业，目前看法没有太大的松动。那第一个，化学工业可能是因为最近的油价在前一阵子波动非常的大，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化学工业是坏上游好下游，那跟油价下跌应该是有关系。指控日数总统大选就要到啊 ，ECFA 将做讨论的焦点。大家认为讲，中国未全面终止 ECFA。尤其无论是 ECFA 或者是 WTO， 拢也有协商的机制。因为中国最近各方面取消12项石化产品优惠的关税，分析拢是成熟的制品，厂商已经开始分散市场。台湾即马出口去中国的比例差不多是33.9%，嘛已经渐渐减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际比赛哦，定定拢有运动员无细力去食着一寡有禁药成分的药啊，防处罚。体育署甲药师工会合作，参考日本的经验，今年开始来培训运动禁药资深药师的认证。目前哦，全台湾已经有142个药师摕到证书了，会当为运动员的用药的安全来做把关。运动员就是相挺运动员。伫这几年，大家拢真爱运动，也常常听到讲有一寡选手为着要有更加好的成绩食禁药，但是其实伫咧日常的生活，食的药啊也可能内面有禁药的成分。为了要协助运动员把关，体育署甲药师工会合作，参考日本的经验，今年开始培训运动禁药资深药师的认证。伫即马北中南东已经有142位药师摕到认证。感冒药。还有中药，还有健康食品，有很多都会影响到选手他们的比赛，甚至拿到奖牌还会被取消。药师工会讲，伫过去运动员定定咨询的药品，包括治疗感冒甲下骨的伊利型利效剂，抑个治疗调坏利尿剂，甚至中药的小清凉汤内面，也拢因为含有麻黄素的成分剂，拢是属于禁药的成分。以后运动员若是有任何用药的问题，拢会让咨询运动药师。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运动要咨询药师的加入让我们的选手可以及时的获得运动禁药的一个正确资讯。药师工会强调，有一寡保健食品可能内面也有禁用的物质，所以需要药师专业的介入。以后无论是职业运动员或者是业务运动员，只要对运动禁药或者是食药啊有任何的问题，拢会让随时咨询运动药师。记者综合报道。天气这么冷哦，因为高站塔伫18度以下就真歹活咯。农民是表示讲，因会先来补充营养。那如果温度降到14度以下，因就会帮高站塔来看补。另外，伫家己哦，毛鱼啊，互寒死咯，所以饲沙白鱼的渔民是赶紧来收成。也毋过哦，加工厂却应付袂来，渔民是真伤脑筋。高站塔是煮食甲汤头的配料，也是升级产品的原物料，用途真宽，却是真惊冷。伫18度以下就无生长。这波寒流所来强烈大流冷气团，若冷到10度以下，农民爱摕高站塔来看补，才袂受到寒害。低于10度以下有寒流等级的，那我们就要给它盖棉被了。白色的那个布织布，就是整片这样子。全部都给它盖起来做保暖。另外，伫嘉义沿海地区，礼拜早起有渔民发现野生的鱼仔被寒死，因为这寒流，渔民早就已经提早甲饲的沙白鱼拢好起来，寒死的无多，不过加工厂袂好消化，也被抢手的渔民烦恼寒流来损害增加。因为我们在寒流来之前，渔民大量抢收的情况下，造成加工厂它没办法负荷这么大的这个渔获量太大，它会衍生到后面会有一些寒害的问题。寒流一直来，医生也提醒有心血管疾病，也有高血压、大口这危险因素的族群，要特别小心。准时服药，以免因为气温下降、血压升高
导致心血管的风险。消息公布，全台对21到24中昼非创伤教育进前无喘气心跳的送医人数有180人，寒流一直来，民众一定爱穿好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己的梅沙，为着要解决喷的问题，所以饲笋糖来倒食喷哦，而且这个笋糖会当过来摕来压肥做饲料，循环再利用。小肠的喷经过机器加好脆，送入去互笋糖食。梅山清洁队讲，委外处理喷一档爱2清七，这个小小的所在，内底的笋糖10天会当食2档的喷，唔若欠落来处理喷的钱。搁互乡来处理喷的速度加较紧，因为我们本乡的槟榔梗是算最多的量，所以我们就全部打成槟榔梗，然后做成槟榔梗的有机堆肥。对，因为它的腐烂速度比较慢，所以大概是3到6个月，看天气。梅山乡公所向县政府申请补助，规划嘉义县第一套笋糖处理喷的自动化设备。高邀请伫嘉义县推测笋糖的宜比社区大学来指导，互喷的处理唔若环保，最后阁有经济价值。咱堆肥吼，伊的时间较长，而且阁产生这个废水、空气污染的问题。啊，利用黑水虻吼，伊是一个循环的模式，包括讲你爱一寡人力搬运的部分全部都拢甲做机器的一个养殖的过程。大只的笋糖甲糖包用机器筛出来了后，脱种出来的茎，唔但会当处理喷，笋糖的身躯会当加做饲料，也是肥，阁会当提炼化妆品。县政府表示，透过梅山乡的示范甲累积的成果，刷来嘛会伫其他乡镇来设置，互喷的气化会当减碳，阁创造循环经济。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台中雾峰的吉丰东路，路是真狭，也阁有真侪细弯哦。附近有风景区，阁有大学生的宿舍，所以有袂少人骑多摆累残。警方决定讲，明年1月开始要来加强取缔超速，时速超过25公里就会处罚。山路弯弯弯弯，沿途拢是警示标语，车速限制25公里的布条啊，嘛挂甲真明显。不过，这的车辆所拢当作无看到。台中市的雾峰区吉丰东路，今年9月到今已经有13件奥多摆累残的意外，警方嘛决定要加强来抓超速。就是速限太低，因为下山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会超过这个速度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再设高一点。较清手的，一定较危险嘛，较熟悉就无差。最主要是我的感觉啦，25公里至30公里。还可以的。吉丰东路弯来弯去嘛有较惊，沿途有出名的景点阿达姆观景平台，也佮有朝阳科技大学学生宿舍。游客和学生伫遮出入，大部分车速拢正紧。警方规划要使用移动式的测速摄像机来取缔。宣导期对即马开始，明年正月2日就要正式开始执法。经统计，本路段已发生多起机车致摔交通事故。分析主要噪音为驾驶人超速行驶所致，为遏止超速违规等乱象，将在本路段执行移动式测速照相请勿，预计于明年1月22号开始执法。维护民众跟学生的安全，我们当然是赞成我们的学生跟民众都要守法，所以当然依规定在速限内行驶都是为大家好的，这没有问题。朝阳科大校方表示，正行警方加强执法抓超速，这学期已经请台中市府相关单位加设1甲40底标记标志，而且鼓励学生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嘛呼吁大家得爱遵守交通规则。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客运公司向宣布讲，明年元旦开始往来云林高铁的公车，还有2条到乐市区的公车要停驶咯。云林县政府交通局甲其他的3间客运业者来协调，决定讲要交予统联客运来接手，针对于云林客运违约停驶的问题，会来处罚。往返云林高铁站和云林科技大厦云林客运201路线。近期传出将在明年1月1号开始停开，文管府交通工务局紧急找3间业者协调，要避免造成民众的不便。丰原到云林客运可能会在今年10月底会来停驶，那经过进一步的接洽，问他们在地的经理，得到的是肯定的答案。在这个样子，我们在很仓皇的情况下，赶快跟嘉义客运、日统、那统联3家客运来协商。不定的啊。嘿。伊也讲找业者来营安尼会当，嘿，我讲弄会使吧。好，
文管府交通工务局表示，今年客运母公司因为财务问题，相关起在桃园台中市区的客运路线，在今年11月、12月陆续放弃经营权，才紧急联络营运。因为2021路线往返高铁啊运科台，中央阁会经过大陆火车站，是今年载客量稳定成长的路线，每年大约37万外载运量。后续的话，就是1月2号那边公司会跟我们沟通，后续看要怎么办。跟我们的合约是到116年才到期那跟高铁的部分，他们是到明年的14年的3月所以也就是说，它3条路线的停驶都是违约的状况。那我们会依照公路法77条跟相关的法令来予以裁处。公局表示，经过协调，最后由通联客运同意接手，至今年客运的15名司机会当转接到通联客运，是要补助津贴由通联航运管府补贴，司机维持原路线航班表。希望到了到今年高铁的公车路线莫停开，避免影响到民众的方便性。记者杨为你报道。再来看台湾高山已经不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了。有民众发现讲，最近这2冬在台东伫本温泉区的高山的数量是有增加的趋势。在元旦假期在本温泉区的饭店拢客满咯。县政府嘛呼吁游客有看到高山就唔通去吃，避免冲突。透早，台东地区气温回温，伫通往日本来温泉唯一一条大路边，一阵台湾高山走出来，疑似食民众饲的食物，车辆快速通过，因也唔惊。住在咧食早顿，附近的民众讲，最近2年，这条大路上的高山数量变侪。不管是会走出来，反正大人无通食。民众讲，目前也无发生高山攻击路过民众的事件，也毋过会甲游客讨食物。也毋过，也有民众表示，日本温泉区的观光最近几年游客人数减少，少真侪的干扰，高山才会接出日。也毋过，即马元旦连续假期特别到啊，日本温泉区的大半都达到高城，为着避免游客伫假期饲台湾高山造成人高冲突，官府已经设立禁止饲的告示牌，也制定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发现饲的行为会罚5000至1万的罚款。除了制作告示牌之外，那另外我们也会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时间，雇请人来呼吁民众。官府表示，出现伫日本内温泉区大路边的高山群，数量大约是20多只，呼吁开车、骑车经过民众爱注意车速，唔通伤紧，避免弄到规定出入的高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下晡花莲的七星潭有游客车互条喊到加载是无人着伤。县政府表示讲，可能是最近透东北季风，海边的盐分较悬所以物件是真高歹，会来赔偿车主，卖来加强设备的维护。菜田海边的条看起来凹甲真严重，就安尼登去倒伫路边。登去迄当时，也阁讲到一名游客车，心惊惊的车主赶紧报警。当时人在做什么？我们当时在车上拿东西，已经熄火了。刚停来，然后准备要去晃一晃而已。已经熄火了，这样。对，已经熄火。代志就发生伫日时下昼2点，一个细路的民众到花莲七星潭耍，车就停伫望海路边的停车格，要上车摕物件也未十秒，边的条突然断裂倒去，对着车的正边后门，好佳在无讲着人。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个后期的条是县府宽频网络设备。平常不会注意，对不对？这个会掉下来。经县警局通知的时候，我们现场了解。那对于车损的部分，我们县府会协助处理。那同时也盘点整个七星潭风景区内的所有的电杆，然后来同步来做一个改善。好佳在这个意外无造成人员受伤，县府初步检判。这个条经过当年海边沿海后期，加上这几天东北季风强，所以当地造成倒去跌着车。针对车主车损部分会协助赔偿，也会针对七星潭风景区内的电火条和自条全面检查维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阿里山的森林铁路区的车厢重新设计，伫今仔通车111周年的纪念日正式对外公开了。新的车厢是以台湾地有种阿里山的迎宾鸟来设计，车厢的窗改做是大片的透明的玻璃，有设备会当提供影像的无线紧急通话系统拄到紧急的状况，司机员佮车长会当随透过画面马上来做判断。
新车小出给民众欢喜来翕相，这个拿铁旧车厢改装的许悦号，以台湾特有阿里山迎宾鸟的形体来当做是设计的理念。外观是用公鸟身上的蓝色感觉色来设计，母鸟身上的色水即是放伫车厢的内部。伫25号，阿里山拿铁通车111周年正式来登时。许悦号它是改装列车，就是从原本就有的这个列车加以改装的。那未来我们希望针对临铁的乘坐呢，我们可以提供给旅客多元的这个乘坐的体验。旧车厢原有红色、黄色的既定印象刻条，变装了后有搁较大地的透明玻璃，互游客伫行程之间会当看到搁较侪景色。车厢嘛分做家庭、团客，搁会当看风景的所在。更加是增加新的安全设施，有无线紧急通话系统，会当通电话，嘛会当提供的影像。像是透明的驾驶室隔间，然后还有可以旋转的。这组列车有5列，那我们今天就是然后还有一些贴心的设计。拿铁表示，这个紧急的系统会当辅助着司机员来车长，伫个赶紧的时间快速来判断。未来嘛用伫个其他拿铁的车辆观点，许悦号嘛会伫个明年1月，甲其他的车厢做伙公告招标，上紧明年4月就会当来营运。记者林慧婷、王柳婷、林昭宽加以报道。来看台北市信义区的新品册店经营18天，因为租约到期，伫昨暗的10点半正式关门咯。有不少民众拢翕相踅册店来做最后的纪念。今日拜六礼拜2天都有超过15万人。3、2、1，陈品信义，晚安。日是平安夜暗时10点半，民众倒算见证成品信义关灯结束，代表自闪闪逝世变做黑暗。将侪民众用手机翕做历史性的一刻。成品董事长吴明杰看到台北101特别点灯写着“再见信义成品”，带员工伫舞台顶向读者感性识别。是我们在过去这1个月内，信义书店店长告诉我们说，书店几乎要被搬空一半了。就是过去这大概不到30天，我们大概卖了超过10万册书哦。这其中的民众非常多人都是20几岁、30几岁。虽然寒流来，天气正冷，平安夜依然有真多民众来。可惜董事长董子贤长期以来就是成品重要的支持者。伊讲2006年伊参加信义成品开幕，怎么见证期结束？因过成品会伫其他的所在甲大家再见面。成品最美的风景其实是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希望。一个地方暂时熄了灯，成品还会有很多个地方在点起灯所以今天聚在这边不是道别，而是说再见。这个会啊，三个人伫咧结束进前，特别来信义成品翕相做纪念。因为自囡仔出世到大汉，拢有踅成品的记忆。信义成品是全世界上大的繁体中文书店，自2006年开始，伫信义区经营18天，起要甲21年出来过。不过因为租约到期，厝头家统一集团要甲所在收回去。因为来的人真多，也个有排队的动线，估计拜六礼拜2天来15万人。充满了回忆，这样子很舍不得啦。台北少了一个书店，蛮可惜的，对，所以带小朋友来回味一下。面对数位转型，成品布局电商也搁伫咧了，也搁伫解封了，实体书店的业绩有起来。2023年营收超过220亿，明年估计成长10到15%，目标是2024年全年会让自亏损变做赚。但是，伫阅听习惯改变，要出版业者认为，世界各国的连锁实体书店，怎么拢朝向多元模式伫咧发展。24点真久书店结合复合商场，也是有伊的吸引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32岁少年人叶以真，伊伫屏东的新北巷仔底开一间独立册店。本地袂少人拢认为讲伊做袂起来，也毋过伊透过选册来带动当地活土的风气，嘛甲在地合作卖一寡环境友善的产品，这理念小外有志来推动地方的创新。伫一间细细间仔的册店内底，有人摕家己有兴趣的册倒倒咧读，嘛有在地青年招朋友来，甲这当作起点。讨论安怎办社区文化活动，
这是屏东城鼻乡的独立册店，32岁叶古珍原底伫别个县市做工课，伫朋友甲翁婿的支持之下，返来故乡开独立册店，用家己的力量帮助地方创新。我们现在回屏东之后，其实也陆续有在接触这边的友善生产者，可能是小农，或是可能在做一些无毒的产品，或是回收的产品这样。对，所以未来也会继续慢慢开发南部这里的资源。叶古珍讲，要伫庄脚所在开册店，真侪人拢替伊烦恼。去办营业登记时，办理人员嘛甲伊口劝。毋过后来，伊透过警册修改内容，做重点的方式，互更较侪人注意到无共方便的册。除了带动活土风气，这个空间嘛是信念相共的人来推动社区活化计划，替在地农民推广对环境友善的产品。很多人都会第一个质疑就是说，这个要在乡下要卖谁？书要卖谁？但事实上呢，独立书店真正的价值应该不在这上面。它其实会带动非常多相关的东西。叶古珍表示，要册也是卖产品，原本拢只是希望会当有收入，互册店顺利经营落去。毋过伫咧警册和在地农民业者接触的过程中，互伊豆豆看到独立册店的责任甲价值。伫即个人人拢有一台手机的数位时代，伊毋望会当甲这当作专门文化基地，提升鼻乡带来创新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家庭家家户户拢会放椰蛋树来过节。今年有民众买椰蛋树也毋过收到的时阵惊一条，内底有一只活的暗公鸟后来因个甲这只暗公鸟放生了。另外，伫意大利有一个庄头有一张全球上大的椰蛋树伫1991年嘛得到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这只鸟头鸟毋是宠物，一个清洁工人伫整理客厅地毯的时阵，雄雄发现椰蛋树内底，这只鸟头鸟一双大目睭咧来看。The owl was literally sitting on a lower limb here, crawled up into the tree further, and as it was in the tree further, it took me several minutes to even find it. 肯塔基州来新顿的一户人听到消息，一开始叫时工人讲生树。每年买这个椰蛋树当来种塔是因几十年来传统，这是第一摆买到有鸟头鸟的树啊。工人后来将鸟头鸟带到后庭野放。I was shocked. I was so stunned. I have 3 dogs. We use this room nonstop. Watch TV. Kitchen's right here. 椰蛋树的种塔有地域、文化甲个人偏好差别。芝加哥的科学工业博物馆每年年尾拢会推出世界椰蛋节特展。今年展出4张46悬的大椰蛋树，吸引真侪人提前感受椰蛋节的气氛。现场也有50多张无同款文化的土地椰蛋树，日本树有美丽厚厚纸线甲厚的凹纸，树顶也有一大片东油的纸线。椰脑故乡芬兰是挂满小精灵的红仔，英国是挂王冠，也有这张挂巴黎铁台树仔代表法国。伫烟火之下，意大利古城小镇古比奥山坪的椰蛋树电火全部倒起来。要伫900公尺悬的真起所在用电火倒出椰蛋树，爱用小镇志工团将近2个月时间。1991年，这张树仔得到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是全球上大椰蛋树。每年也为小镇带来朝圣的游客人潮。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再来看，今年已经87岁的芬兰艺术家佩卡里尼，伊对10岁就开始学编绣皮哦，伊会当用绣皮编出规套的西装、公事包、甲鞋仔。伊嘛强调讲，这个绣皮西装相关的产品好好保存，用10档嘛是无问题。将绣皮加做一条一条，搁编起来。87岁艺术家佩卡里尼讲，这是绣皮版的观众味道。其他也搁有皮包啊、手机包啊、帽啊，也可能摕来装一手的笔录，真实用。佩卡里尼讲，伊为10岁就开始学刻白花绣皮，也因为少年时阵做过刺绣的工人，所以变什么款的绣皮拢无问题。Joo, minähän jo lähdin 17-vuotiaana kotoa maailmalle, niin siellähän minä savotta käyn. Silloinhan minä tykkäsin kaikenlaista aikani kuluksi näppärillä kulussa kämpillä. Siellä sitä aikaa oli, kun sen päivä ei se ollut mitään olennaista vaan. Niin. 绣皮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无长久、阁无坚固的材料。按过佩卡里尼认为，那用正确技术，绣皮也是用制作任何用想出来物件。伊肯定技能用白花绣皮编出来作品，完全无用任何一支钉啊，或者是加水。
No ne sillä saa mitä mielikuvitus riittää, niin melkein kaikki kuule. Joo, jotta ei sillä sun käyttöesineitä ainakin tässä leipäkoria. 为目前珠宝到七号名啊，皮卡利林上得意的作品是龟头绣花西装、公事包甲鞋啊。伊讲安尼套装伫北欧真少看到，而且白花绣已经是芬兰上经济价值的绣花。伊个真骄傲表示，这作品经过伊处理、浸泡、推打、拍架打扫，加在切制作，保证10年了后依然也个用用。公司新闻深入配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6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